OK，歡迎大家啊！我哋又翻到嚟第二集啦。咁啊，同樣地啦，都係請大家記得 like、subscribe 同埋 share 我呢一條片俾你身邊中意嘅朋友睇啦。嗱，上一集我哋已經講咗第一本書啦，咁我哋今集應承咗大家就會講第二本書《持續邁進》。《持續邁進》呢本書嘅作者咧係一個數據科學家嚟嘅，佢唔同其他財經界嘅 KOL 啊，嗰啲財經界嘅 KOL 一般嚟講都會同你講我預測後市會點樣，邊隻係爆升股，邊隻股票會升10倍。呢位作者啱啱相反，佢係拎過往18年美國甚至全世界各地金融市場嘅真實數據，用統計學去話俾你知邊一種策略係長勝率最高嘅，而反而邊一種策略咧係自尋死路嘅。OK， 咁似乎呢一個就真係最有 evidence base、最有證據為基礎嘅一個投資策略啦。嗱，其實呢本書總共咧就總結咗20幾個嘅持續邁進嘅法則嘅。咁如果以今日我哋嚟講，我哋小型投資者嚟講，我精選咗一啲最核心嘅法則、最打破常規嘅法則、最 groundbreaking 嘅法則，精華出嚟俾大家睇，好唔好？OK， 我哋講第一個法則先。OK， 第一個法則其實就係叫你唔好急於投資啊，唔好急於投資。嗱，好多人學投資啦，都會日日研究啲陰陽燭、睇財經節目，想盡快投資賺錢。其實你喺坊間睇好多其他嘅投資書籍都係咁樣講噶，叫你持續去買乜買物啊，研究啲咩嘢可以盡快去致富，然後會販賣好多嘅焦慮俾你啦，就話你嚿錢抌喺銀行就會蝕息噶啦，咁樣你盡快去投資啦，咁樣。咁但係作者用咗超過頭先講過啦，接近100年嘅數據話俾你知，當你儲錢嘅金額仲多過你賺到嘅錢嘅時候咧，其實你根本唔應該花時間去研究投資住。嗱，我呢度打個簡單嘅比喻啦，譬如你一年係儲到10萬蚊嘅，咁你嘅投資組合咧，亦都係得10萬蚊嘅啫。咁就算你一年係賺20%，其實好犀利噶啦，一年賺20%，咁其實都係2萬蚊，係嘛？一年先賺到2萬蚊。咁如果你仲攞呢啲錢去投資，你要 take 個 risk 嘅。相反，如果你花時間去提升自己、增值自己，揾啲方法，一年賺多5萬蚊，其實仲快過你去投資賺嗰2萬蚊嘅。記唔記到嘅意思啊？好啦，我哋用第二個例子啦。假設你嘅投資組合已經有成1000萬咁多啦，就算你一年只係賺5%，咁你都有成50萬嘅收入每一年。呢個時候咧，你就應該花啲時間喺研究投資身上啦。呢個方法咧，其實真係點醒咗好多人，特別點醒咗我啊！好多嘅年輕人啦，你個本金得個幾萬蚊啦，日日就花好多時間去睇住個盤炒股啊，賺幾百蚊就好開心啊，跟住輸幾千蚊就喊晒口啊。其實佢哋喺呢個時間咧，應該花多啲時間去提升下自己嘅技能啦，揾副業啦，搞好人脈，而唔係去投資咯。因為呢啲嘅回報咧，往往比起佢去投資咧，其實係賺得更加多。嗱，呢度我必須要澄清一下，我唔係叫人哋唔好儲錢，唔係叫人哋唔好去整一個投資嘅分，唔係叫你唔好去增加啲投資知識，絕對不是。而係呢段時間，你唔應該去 highly invest 你嘅寶貴嘅時間去研究個市點走，研究買咩股票好。你不如將呢啲精力同時間放喺你自己嘅正職，可能升職賺多啲錢，或者經營一個副業去賺多啲錢，仲易過你去投資賺錢。但係你要為你投資賺錢做準備，例如儲錢，例如可以買一啲好保守嘅投資嘅產品，慢慢等呢啲錢去升，而唔係花好多時間去研究點樣投資。呢個係時間嘅概念，記住，我覺得呢個好重要嘅。OK， 第二個法則啦，重點咧係收入，唔係支出。記住啦，重點係收入，唔係支出。嗱，好多人教你理財啦，第一句說話就係你要慳錢啊，唔好買呢杯奶茶啦，唔好去旅行啦。咁但係作者話咧，慳錢咧係有個極限嘅，你最極端咧唔可以係0蚊消費嘅嘛，你租屋都要錢係嘛？即係我當瞓街啊嚇，
你食飯都要錢啦，我當我乞食啦，你飲啖水都要錢啦，係嘛？咁但係你增加收入咧，就係理論上係冇上限嘅。OK， 你月薪3萬蚊，你點慳都冇可能一個月儲到3萬蚊。但係如果你將你嘅收入由3萬蚊變到5萬蚊，變到10萬蚊，咁個世界就唔同啦。OK， 呢個先至係令你通向財務自由之路。當然，我哋唔係叫大家亂使錢啦。頭先我哋第一本書都有講過，係嘛？我哋唔可以即係將啲錢一揾翻嚟就使晒佢，我哋要諗下點樣儲埋佢，儲蓄其實係重要嘅。但係我哋要搞清楚個概念，你唔會儲錢儲到發嘅。節儉可以令你變成小康，但係要變成富有咧，就一定要靠增加收入。無論個增加收入係你第二個 stage 投資也好，係你揾副業揾第二啲嘅收入渠道都好，都一定要靠增加收入先可以。OK， 搞清楚呢一個概念。第三個法則啦，就係加薪嘅時候最少要將50% 儲起，呢個我覺得係好好嘅一個方法嚟嘅。OK， 嗱，好多人啦，一加薪啦，就個人就會膨脹噶啦。本來租1萬蚊嘅樓，就一加薪啊，梗係租2萬蚊啦，係嘛？本來揸架普通嘅車嘅，一加薪梗係換寶馬啦。本來我搭開地鐵翻工嘅，一加薪啊，梗係搭的士啦。呢啲咧就係叫生活方式膨脹。呢個係致富最大嘅敵人嚟嘅。作者其實建議啦，每次加薪或者分紅，而家我諗都唔多加薪啦。好多時公司寧願分紅俾你，因為佢都唔想講到份強積金或者嗰樣嘢啊。OK， 作者建議咧就總之你有一個額外嘅收入，無論係加薪帶俾你嘅額外收入或者分紅帶俾你嘅額外收入都好啦，先將一半儲起佢，或者係攞去投資先，剩低嘅先至嚟改善生活。咁樣你既可以享受到賺錢帶嚟嘅快樂啦，又可以幫你繼續去累積財富，唔會賺多咗幾多錢咧就使多幾多錢。咁你其實做10幾20年咧，你都唔會有啲乜嘢係會增長到嘅。OK， 呢個建議其實我自己係行咗好多年，我覺得係非常之有用嘅。係啊，即係當年我做嘅公司係幾乎年年加薪嘅。咁我每年都用加薪，我就冇一半啦，我40%到啦，40%嘅加薪嘅幅度係落咗去儲埋去投資又好，點都好咁樣嚇。咁我覺得係相當之有用。咁你可以相對一個冇咁痛嘅方法，可以令你多咗一個儲錢嘅渠道咯。係啊，即係好多時啊，我月薪可能3萬蚊，我固定我要儲1/3，1萬蚊，喂，好痛喎！但係你加薪嘅嘛，你本身都冇噶嘛，呢嚿錢係嘛，你交出嚟噶嘛，咁你都係得一半啫，唔係得晒佢。咁相對咧，其實會容易做好多。OK， 好啦，第4個法則啦，入到去投資啦。OK， 作者係唔建議我哋買個股嘅，買指數就夠噶啦。佢入邊講到啦，就話好多人會覺得自己眼光好好，我會揀到下一隻騰訊，揀到下一隻 Tesla， 揀到下一隻咩爆升股咁樣，揀到隻幣，呢隻幣一定俾我睇撞會升1000% 嘅。但係作者用100年嘅數據話俾我哋知，長遠嚟講能夠跑贏大市嘅基金經理咧，其實唔夠10%。OK， 當然會有一啲係跑贏啦，咁巴菲特咪跑贏咯，係嘛？特朗普咪跑贏咯，係嘛？以前都有一啲好出名嘅投資人跑贏，但係我哋見到就以為好易咯，但係其實係你見到嘅只係10%咯，係用個真實數據話翻俾你聽。更何況我哋散戶只會更加難。你買個股咧，其實好多時係同擲銀仔分別唔大嘅。概率分別係唔大，今次你擲贏，下次就輸翻。相反咧，如果我哋買全市場嘅指數基金就唔同啦。Let's say 美股好多啦，嗰啲 ETF 大家好熟啦，三個乜嘢啊嗰啲啦，恒指就盈富基金啦。其實幾乎各個唔同嘅股票市場都有佢嘅指數基金。其實相當於咧，你已經 pack 好晒一啲專家認為係好嘅公司嚟嘅，長期嚟講係會跟住個經濟增長走。雖然就冇乜可能係一夜暴富嘅，咁但係咧，其實勝率都超級高嘅。好多人之前話日本股市就
都沉寂咗好多年啊嘛，咁近年都升得好犀利啦，係嘛？咁所以如果嗰個國家或者地區佢係有一個經濟動力存在，其實買佢嘅指數基金係一個最穩健、最合理嘅投資嚟嘅。OK， 呢一 part 我會有少少意見嘅。OK， 呢個固之然對一個完全唔認識投資嘅人嚟講係一個好好嘅一個投資策略啦。咁但係我之前睇過另外一啲書籍啦，都送埋俾大家啦。彼得林奇嘅一本投資書，我覺得真係想研究投資嘅人係值得睇嘅。咁其實係咪真係完全唔應該買個股呢？唔係。如果你係呢方面嘅專家，如果我係做 AI technology 嘅，我喺某啲嘅 AI 公司，我喺智譜度做你喺Google 度做緊，我明知道呢個行業會點走，咁你係應該買。OK， 咁你係應該買。譬如我喺比亞迪做緊嘅，我明知道呢個行業係點樣走噶啦，有啲咩技術，我係根本上一個 expert 嚟嘅。咁如果係冇觸犯任何協議嘅情況之下，你係應該買嘅。OK， 因為你就係 expert， 但係你要負心自問下自己係唔係呢方面嘅 expert 先。OK， 呢個我嘅少少補充。跟住好啦，到第5個法則啦，就係買股票嘅時候要快，賣出要慢，千祈唔好揀時間。講緊買嘅時候，千祈買buy in 嘅時候唔好揀時間。好多人投資最大嘅毛病就係永遠等啦。我跌多啲先買啦，等個市場明朗化先入場啦。但係作者用咗100年嘅數據去證明俾你睇，其實長期嚟講，你即刻一次過買嘅表現會好過你慢慢喺低位買。平均成本法大約70% 嘅時間咧，都係會輸俾你求其揀一個時間買。點解咧？OK， 因為股市咧，正常嘅一個經濟體啦嚇，長期嚟講係向上升嘅。OK， 大部分嘅時間咧，其實都係升緊。你手持現金錯過升幅咧，與其等下一個你根本估唔到嘅低位咧，不如你早啲買啦。OK， 如果想讓時間幫你賺錢嘅話咧，呢個會係最好嘅方法。就連股神巴菲特咧，其實都講過嘅，我寧願用一個合理嘅價格買一間好嘅公司，而唔想用一個好平嘅價格去買入一間好普通嘅公司。OK， 我哋套翻入去一個，我哋唔好講公司住先啦，講翻頭先我哋講緊呢個指數基金啊嘛，套翻指數基金嚟講，你放一個長期嘅角度嚟睇，10年、20年嘅角度嚟睇，佢係會向上升。OK， 你當然如果你捉到一個好靚嘅位 entry 入去，你梗係賺啦。但係咪咁容易咧？唔係嘅。咁本書入邊作者係模擬過好多唔同嘅 scenario。你估中底部、估中頂部嘅不同概率，除非你100% 啦，否則好大嘅概率，譬如7成、5成、4成，你最終都係輸俾任意買一個位，然後任意放一個位嘅嗰個概率。係啊，咁好 groundbreaking 嘅呢個位係咁詳細個 methodology 我唔喺度解釋啦，因為我哋呢度係呢個頻道係以咩啊目標為本啊，係即係攞到有用嘅嘢用，係啦，唔係講道理。OK， 有興趣嘅朋友，我希望你都可以睇本書，攞本書翻嚟睇睇。你話我冇時間冇興趣睇成本書啦，聽我呢個 podcast， 我會俾到一啲好有價值嘅建議你。OK， 第6個法則，市場崩盤係買入嘅機會，唔係走爛嘅機會。好多人見到個股市一跌3成4成就嚇到即刻止蝕離場，話走人啊咁樣。但係數據話俾我哋知，每次大崩盤之後，未來10年嘅回報係特別高嘅。2008年金融海嘯之後入市咧，到今日嘅回報咧超過咗3倍噶啦。OK， 2020年疫情嘅股災入市咧，1年就升咗1倍。OK， 有人即係好傻啦一句嘢係嘛？別人恐懼我貪婪咁啊，別人貪婪就是我恐懼。其實唔係講笑，係有真實數據支持。呢個我再補充少少，本書入邊都有一啲再 further 嘅內容係講到，即係第1章節嘅內容係講到呢一個 theory 嘅。佢做過作者做過一個研究嘅，因為好多時候你譬如有股災，let's say 韓國股市就我唔好講啦，因為而家 ongoing緊，費事即係有啲同學仔認為我係做一個投資建議。譬如我今日見到恒指 touch wood，跌咗5%，哇好勁，
係嘛？黑色星期幾啦，又唔知係嘛？咁呢個時間好吸引，好想買，但係再跌咧，升翻少少又再跌咧，我哋好多時會驚呢下，唔敢買。咁有嗰個作者係做過一個好詳細統計嘅18年嘅數據。OK，once 你唔好理啦，你見到個股市一插5%，我記得佢個數係4點幾%，4% 喺度下。OK，一插4%，我直買，然後佢再插10%，唔好理，然後長遠嚟講，佢都係賺好好啊。反而你要再估佢插唔插，然後再決定買唔買嘅嗰一下咧，係極度難做，係啦，其實極度難做，你反而係做唔到。所以唔好話擔心佢會唔會再跌啊？聽日再跌10%，再跌20%，咁我咪蝕咗，我咪坐艇。投資係一個長線嘅工作，唔係一個短線嘅工作。第7個法則啦，呢個我覺得係一個大家嘅目標。OK， 第7個法則就係佢講咗個事實俾你聽，你點樣先至可以做到財務自由？嗱，呢個係呢個作者所認為啊。OK， 佢話俾你聽，你需要有25倍你嘅年支出嘅資產，你就可以做得成財務自由啦。嗱，好多人會問咧，我到底幾時先可以退休啊？咁作者話俾你聽，25倍咯。咁點解佢會呢個20倍點嚟咧？其實佢就係一個經典嘅 4% rule， 4% 嘅法則，4%嘅法則。當你有25倍嘅年支出嘅儲蓄嘅時候，你每年係取4% 嚟生活，理論上咧，你可以永遠都唔使做，錢都唔會用得晒嘅。比如你一個月係使2萬蚊，一年咧就係使24萬啦。咁你就約莫需要600萬就可以財務自由啦。呢個數字咧，其實就唔係亂講嘅，係經過超過100年嘅股市數據去話俾你聽，經過大蕭條，經過1、2次世界大戰，經過金融海嘯，呢個 theory 一樣係 work。當然其他書有其他唔同嘅講法嘅，我唔喺度講一個結論係邊個啱啦，呢個絕對係一派之說。OK， 有啲譬如如果有啲朋友仔睇過窮爸爸富爸爸嘅，佢會講過其實唔使咁複雜嘅，你唔使好有錢嘅，你嘅被動現金流 passive income 帶俾你嘅收入能夠 cover 到你嘅支出，咁你就財務自由啦。OK， 呢個當中有咩分別咧 ？OK， 我可以喺度輕輕講一講啦。如果你哋有興趣喺留言話俾我聽，咁我會考慮開一集再講，好嘛？窮爸爸富爸爸嗰個 passive income 嘅方法，你係唔能夠完全躺平，即係 passive income 你都要做啲嘢噶嘛。佢都本書有講過啦，你要 repair 下你個 system 啊，執下你 system。但係呢個係你真係可以完全躺平，我咩都唔做，我淨係燒你個4%，我可以燒到死。OK，理解咗當中嘅分別。咁我身邊有啲朋友咧就兩者並行嘅。當佢有咗窮爸爸富爸爸嘅嗰個 system， 佢嘅 passive income 已經大過佢嘅支出啦，咁佢就辭職啦，專注去搞個 passive income 啦，生活覺得都舒適嘅。之後再通過呢個方式，好舒服咁樣慢慢儲錢，儲到有25倍佢嘅支出，咁佢就真係完完全全嘅財務自由啦。OK， 係有兩個層級嘅分別，我哋應該以呢兩個為目標，我覺得係一個最撇脱嘅做法咯。好嘛，好，今日我哋咧喺呢度咧又講完一本書啦，呢本書就持續邁進，係我一本好中意嘅書嚟嘅。財經書嚟講，好少會用咁多咁 hardcore 嘅 data 去話俾你聽點做。呢本書喺出邊講過嘅人啦，我相信唔少。咁但係能唔能夠佢真係落地到一啲俾你去改善到生活，俾到你一啲進步嘅空間嘅結論呢，我相信唔係太多。OK， 好啦，最精彩嘅會係下一集啦。下一集會有啲乜嘢聽呢？下一集就係我會將呢兩本咁犀利嘅財務自由嘅書籍啦，總結成為一個精華，然後再有一個方法論去話翻俾大家聽。
好唔好啊？咁同樣地啦，中意我呢個頻道嘅朋友，麻煩都係一按3連啦、like 啦、subscribe 啦、share 啦，中意嘅 comment 同我傾下偈，有唔明嘅地方可以喺度問下，或者你想我下次講邊幾本書，我呢度唔係淨係講一本書，我會講幾本書 combine 埋嘅精華俾大家聽，想我講邊幾本書都可以嘅，唔一定要財務嘅書籍，你話中意睇咗某啲嘅書籍，或者我喺書店行到某啲書籍我好中意，我想睇但係冇時間，唔緊要，俾我睇啊！或者我已經睇過咧嚇，我大量睇書嘅人嚟嘅，咁我就同大家分享下，總結下喎。咁今日時間嚟到呢度啦，咁我哋下集再見，拜拜。